因为这是民间吼，民间伫讲的吼，所以答案确定是拢无人选着，答案是 A 啦吼。较大的良心嘛是900出世的。啊，我会来讲啥是即句吼。答案是 A 吼，较大的良心嘛是900来出世的吼。是安怎有安尼吼？这个我捌听阮阿嬷讲过吼，讲较早吼，较早迄个啥呢？有一个人啦吼，一个人啊，伊细汉的时阵吼，拢毋捌看过因老爸吼。我即摆是照较早阮阿嬷，我有甲问讲做阿嬷，迄是啥物意思？那后教后良吼，迄啥物意思？伊就讲吼，伊讲伊嘛是听人讲的啦吼。啊，代表这个啥？代表这个即句俗谚吼，较大的良心嘛是900吼来出世哦。代表讲较早吼。就是吼，安一代传一代有安尼讲过啦吼，啊，所以阮阿嬷嘛是听伊的长辈讲吼，伊就讲吼，较早有一个人吼，伊拢毋捌看过因老爸，啊，伊逐遍就问因老母吼，讲阿母啊，阮老爸是拢去代啦，阮拢毋捌看着，啊，因老母个拢无爱甲讲哦，敢亲像有啥物为难的款哦，就甲讲啊，你免问遐济啦，有一天你就会了解啦，安尼吼。啊，这个囡仔吼，就渐渐大汉吼，啊尾啊吼，做甲足大咧，干呢吼，意思是讲啊，做甲敢亲像宰相啊，皇帝遐大吼，啊尾啊，伊就真巧咧，讲奇怪啊，阮老母呢拢毋甲讲做阮老爸是啥人安尼吼，有一遍就是等伊较大汉的时阵啦吼，伊就吼偷偷啊吼对因，就是讲哦，伊知影因老母逐遍拢会迄个中昼时啊。拢会咱这么讲话就讲哦，下这个吼送这个食的物件哦，咱亲像讲说送便当哦，去互因老爸食哦，因老爸有伫迄个啥，敢做远啦吼，做远安尼吼，啊有一遍呢，伊佫较对去啊咧，结果啊，哇，即声吼无对去，毋知一个对去看着讲，因老母传的这个中昼顿啊，既然是吼迄个啥呢，一只狗来食啦，一只狗来食。啊，伊就感觉讲，安尼是一只狗吼。啊，伊这个伫咧民间咧讲话，就伊的意思吼，因为每一个迄个啥，迄个咱咧讲的民俗，拢有诶一寡吼，咱讲较神话啦吼，较趣味奇妙就是迄个啥奇特吼，咱台语叫做奇妙吼，较奇妙的讲法啦。咱讲的奇妙吼，迄个你若写奇巧。我讲伊的意思就是奇巧吼，但是这你若真正念是念做奇巧对，我拄是读讲有诶物件较奇巧，迄个巧是手脚的脚哦，这个嘛是稀土的语词，咱一般迄个较少用这个语词。你若是要写吼奇巧吼，迄是巧吼，写手脚的脚，手脚的脚吼，直接甲大家，其实这个奇巧安尼读吼，啊，咱怎么有人讲较白话啦，讲哦，伊这个人吼。迄个若较奇巧是算讲较好诶，较奇特诶吼。啊，有当时你若要甲讲小夸，其实嘛无讲负面啦吼，就是讲哦，甲人较无共款。你看奇巧，咱即马用足白话来讲做怪咖，讲伊即个人嘛是真怪咖，捌听过吼。原来就是奇巧这个词来吼，拄好才有讲着，来甲恁迄个说明一下吼。怪咖啦。啊，但是迄个咱若是讲真正要奇巧吼，恁若用华语甲翻起来，就是奇巧吼，这两字上歪义啦吼，这两字上歪义啦嘿。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吼，原来因老爸吼是一只狗吼，啊本来老爸是查甫对无？啊那变做900应该是这个啥，8应该是迄个吼，迄个啥咱伫讲某诶嘛早。咱讲怀孕吼，啊像动物迄个怀孕，咱会当讲说吼寒龟吼，寒龟啦吼。啊，咱是啊，因为这是迄个民俗一个迄个讲法，伊意思就是讲吼，你较大的良心吼，你的源头啦吼，嘛是狗甲你生出来吼，所以迄当阵我所听到就是安尼吼，啊，遮有一句话做较大的良心嘛是900。来出世的吼，所以我就提供这条吼，大家吼望参考。迄
迄是肝梗啊，咱即么讲是肝龟啦。嘿，肝龟啊，就是动物怀孕啦，腹肚圆大大安尼，嘿，肝龟。所以这是两种。OK， 还是挂龟拢会使，吼，会使啊！你会当用挂龟，伊迄个挂龟的挂是含带意思啦，就是讲原本伊用即个挂嘛真水，我讲互你听水伫倒吼。原本哦，你还未生的时阵，腹肚是毋是平平？吼，啊，你有生了后吼，即个动物哦，其实人嘛共款，有生了后吼，迄个腹肚总啊弹起来有无吼？总圆圆巴巴吼，软软。安尼是毋是甲恁亲像原本无？啊，你即马才有，所以就亲像甲挂伫个身躯，吼，所以做挂龟诶，即个挂诶动词嘛用甲足好诶。啊，咱即马讲即个挂龟诶挂吼，即个嘛足水诶事，我讲挂水伫倒吼，代表讲哦，咱若是讲吼，妈妈吼，妈妈当然迄个有生吼诶时阵，你就知影讲是安怎要做挂龟啊？可是吼。肝是肝足重的啦，因为迄有心吼，你规个吼，我嘛知影吼，亲像讲你迄个像查某人的内脏还是啥，拢常常去对调着吼，会真艰苦吼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亲像肝真重吼，所以呢吼，嘛会当讲肝龟啦。啊，肝龟恁去查吼，伊一般是会甲你讲啊，动物啦吼，一般的这动物啦吼，若是怀孕咯，那有心啦吼，啊。较会讲即个啥呢？哦，肝龟安尼啦吼，过来。